Life in UK Test 英國永居考試 3.1 早期英國3悠久而輝煌的歷史。本章內容早期英國中世紀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全球大國。20世紀1945年以來的英國。3.1 早期英國最早期的英國人以狩獵及雜為生，處於我們所謂的石器時代。大部分石器時代的時間，英國都是由陸橋連接到大陸，人們來來往往為的就是追逐鹿及馬。大約1萬年前，英國才永久脫離大陸，以英吉利海來為兩岸之隔。第一批農民在6000年前到達英國，這農民的祖先可能來自歐洲的東南面，他們建造房屋、墳墓和紀念碑。其中的一個紀念碑巨石陣仍然屹立現在威爾特郡的英國縣。有傳巨石陣是個舉行特殊季節性的儀式的聚集地。其他石器時代的遺址也保留下來。離蘇格蘭北部海岸的斯卡拉雷在奧克尼郡是北歐保存最完好的史前村落，更是考古學家了解更多關於石器時代結束前人們生活的重要線索。世界遺產之巨石陣大約4000年前，人們學會了製造銅，這個時期被稱之為青銅時代。人生活在住在迴旋型屋子，把先人埋葬在圓形古董。青銅時代的人都是傑出的金屬工匠，能以青銅和黃金許多精巧的東西，例如工具、裝飾品和武器。青銅時代後的鐵器時代，人們學會了用鐵製造武器和工具。那時人們仍住在集結成的迴旋型屋子，或是據點山丘堡壘。在多塞特郡的英國縣梅登城堡，我們依然能看見一個宏偉的山丘堡壘。當時大多數人都是農民、手工藝者和戰士，他們粵的語言是凱爾特語族的一部分。鐵器時代時，整個歐洲也類似的語言。相關語言今天仍通用於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某部分。鐵器時代的人有一個複雜的文化和經濟，他們的第一個硬幣就是在英國鑄造。有些刻畫有鐵器時代國王的名字，這正好標誌住英國歷史的開端。